謝先生，由2012年1月1號起，新控煙法規定，我喺公室範圍係唔准食煙㗎。麻煩你正式支煙，又或者出去室外地方食啦。違法吸煙最高罰款澳門幣600。中國銀行提提你，而家時間係晚上11點15分。歡迎收睇晚間新聞。中國銀行提提你，而家時間係下午1點29分。歡迎收睇午間新聞。朝頭早有大批市民聚集喺本澳多間銀行嘅門口，等候兌換新鈔。